说拿着烧个玻璃啊，好的。那是呢？刚跳啊，然后这边刚刚，这还带着牙了。然后抓起老刀嘞，谁不要熬个刀嘞？不熬。我能嘞，这好吃多还多。我做菜哟。找到爆烂刀也能烧。对哦，那不就跟啥的烧的都一样啥？这样烧不对的。我当然还做到，我说做哪地喽？我说种菜场，不然我种菜场了哟，我不什么事都跟着，痛的哈，那个俺地下你那种痛，我种菜我不敢就是我菜农那个大